黃毓民議員，多謝主席。嗱，我要跟住我問嘅兩條問題嘅問題編號係2380同埋2404。咁呢個答覆編號咧就係 CU018 同埋 CU019。咁負責答覆嘅官員咧就係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劉艷女士。嗱，有關行政會議嗰啲問題咧，過去我哋都問過嘅，個答案都係一樣嘅啦，永遠就係保密，搞掂，唔使答啦。OK？ 咁就真係好奇怪。咁我又唔知你邊啲係保密，邊啲唔係保密。咁然後你行政會議有啲成員咧就成日公開到語無倫次，係咪啊？我問嘅其中一條問題就話行政會議秘書處點樣，即係會如何向行政會議成員提供支援，避免佢哋發表與事實不符、涉及抹黑或者誹謗、損害政府形象嘅言論。我問過一條口頭質詢喺立法會大會，就由司長答。我問嘅我就開埋名㗎啦，不過根據立法會嘅議事規則，我唔可以開名。嗰位叫張志剛先生，佢有個定期嘅專欄喺張報紙每日嘅專欄，不斷發表一啲誹謗同佢唔同政見嘅人嘅言論。呢個係喺過去行政會議裏邊從來未見過嘅。你係冇任何一個約制到佢嘅。你又話保密，又話集體負責制，係咪？咁佢嘅言論呢，你而家嘅答覆就話佢以市民嘅身份，即係有權去發表意見，佢要為佢個人嘅言論負責。我覺得呢個答覆係非常之滑稽咯。行政會議成員行出嚟公開講嘢，仲可以個人負責嘅咩？主席，嗱，佢就真係答我唔到嘅，因為佢係一個即係行政嘅官僚。佢點答到啫？其實，但係佢都答喎。然後佢嘅答案就係耳熟能詳，係咪？官腔嚟嘅。行政會議成員在不違反行政會議保密制和集體負責制的原則前提下，有原則有前提。一如市民大眾有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，他們須為個人的言論負責。呢位阿哥唔使負責嘅，不但止唔使負責，而家仲做教資會成員。一個咁重要嘅大學撥款機構，有一個海外嘅成員出缺，你就揾一個成日嗰個政治立場非常之明顯，不斷喺報紙甚至上呢個亞視嘅節目去抹黑嗰啲同佢唔同政見嘅人。你話你黃毓民都得啦，我同佢點同啫？我係個立法會議員嚟噶嘛，係咪？佢係政府一部分嚟噶，要受到監察噶嘛。即係我覺得，即係呢啲行政會議成員，你睇到而家呢個行會真係劣幣驅良幣，一大堆垃圾。垃圾會固然就係垃圾會啦，係咪？立法會係嘛？垃圾充斥。正如我頭先有個垃圾話拉布浪費公帑，點浪費公帑啊？個個都知人工啦，秘書處要啱唔啱啊？你拉布佢又係知咁多錢人工，你唔拉布佢又知咁多錢人工。佢問官員喎，嚟出席呢個立法會大會要答拉布嗰個會開嘅有個會期，有時間限制，係咪啊？糧啊照出，係咪啊？點解浪費公帑啫？咁又係，咁我哋都認自己係垃圾嘅，係咪？但係你行政會議仲垃圾。但係對於呢啲垃圾咧，你係無計可施嘅。另外一條問題咧，又同行政會議有關，我問嘅。就係問你而家行政會議而家審理緊香港電視、奇妙電視同埋香港電視娛樂就免費電視廣播牌照嘅申請，本年度喺呢方面嘅工作計劃係咩？審理工作會唔會喺本年即係2013-14年度完成？你嘅答案呢，就係幾隻字嘅啫。行政會議議程和討論內容均屬保密，故未能提供相關資料。喂，呢個係香港好多人好關心嘅問題。立法會喺今年提出一個動議辯論，結果通過咗，話要求政府3月底要發牌。你就當我呢個立法會咧就係垃圾會，係廢嘅。然後我問你呢個問題，我都係跟進翻嗰個動議，嗰個動議個修訂動議就係建制派盧偉國提嘅。你就答我保密，但我要你答一個問題，你答得到嘅，阿劉小姐。前嘅即係而家叫通訊局，以前叫廣管局。
係幾時將呢份報告交俾行會嘅？即係個免費電視牌照，佢哋有咗個結論啦，交俾行會幾時？你答啊？呢個答到㗎？呢個唔係秘密嚟㗎。黃毓民議員，你嘅時間已經夠啦。劉女士，你要答佢嘅問題嘅時間咧，你就寫翻個書面俾佢啦。